歡迎嚟到故事茶座，我係 Max。今晚同大家講個關於香港舊樓嘅都市傳說。喺旺角有一棟好普通嘅舊樓，但係呢棟樓有一個秘密，佢冇13樓，至少所有人都係咁樣認為嘅。直到有一晚呢，夜間保安發叔喺閉路電視度見到一個女人點 at 咗13樓嗰個掣，一個根本唔存在嘅掣。發叔今年68歲，喺旺角呢棟舊樓做夜間保安，一做就做咗15年，每晚11點佢都會準時返到嚟，拎住佢嗰個用咗好多年嘅保溫杯同早更嘅同事交更。保安室好細，但係發叔好中意呢度，佢會沖杯普洱茶，對住4個閉路電視熒幕，睇住大廈每一個角落呢10幾年嚟從來冇發生過咩特別嘅事，最多都係啲貓走落嚟，或者係啲後生仔偷偷上嚟天台。但係呢一晚有啲唔同，凌晨2點幾，發叔啱啱巡完樓返到保安室，就見到閉路電視熒幕上面有一個女人行咗入電梯。佢心諗咁夜仲有人出入好正常，但係當佢抬頭嘅時候，佢見到嗰個女人伸出隻手飛咗一個掣，一個13字。發叔瞪大咗對眼啊！佢喺呢棟大廈做咗15年，好清楚呢棟樓根本冇13樓，電梯嘅面板上面呢係由12樓直接跳到14樓嘅。佢觸咗呢對眼，再望多次，冇錯，真係有個13字喺度閃下閃下。發叔即刻衝咗出保安室，跑去電梯，10幾秒嘅路程好似好長好長，但係電梯門打開之後，入面空無一人。發叔伸咗隻手入去，電梯嘅燈仲着住，但乜嘢人都冇。發叔返到保安室呢，決定翻查錄影帶，但係奇怪嘅事發生咗，由2點37分到2點37分45秒，電梯嘅畫面完全冇變過，冇人入過去，冇人出過去，更加冇人撩過掣，成段錄影都係空白嘅。但係發叔明明親眼見到嘅。第2晚返工，發叔全程冇放鬆過。佢坐喺閉路電視熒幕前面，對眼冇離開過嗰個顯示電梯嘅畫面。佢心入邊有一種預感，嗰個女人會再出現。凌晨3點12分，佢真係出現咗呢。但係今次佢冇入電梯。發叔見到佢行過電梯門口，然後消失喺後樓梯嘅閉路電視畫面入邊呢，佢行咗入去樓梯間。發叔深吸咗一口氣，拎起佢支長電筒，推開保安室道門。發叔決定要去睇下呢個女人究竟去咗邊度。樓梯間好暗，有幾層嘅光管燒咗，淨係得返1兩支喺度閃下閃下。佢一步一步向上行，電筒嘅光照住前面嘅路。佢由地下呢開始逐層搜查，行到11樓同12樓之間嗰個轉角位，發叔突然停低咗。佢支電筒照埋牆嗰度嘅時候，發現咗一道幾乎同牆身融為一體嘅門，門框四圍有厚厚嘅灰塵，但係門柄係乾淨嘅，明顯有人用過呢道門。發叔呢隻手有啲震啊，佢握住嗰個冰冷嘅銅門柄，慢慢咁擰開。門後面呢係一條好長好長嘅走廊。發叔呢做咗15年保安，從來唔知道呢棟大廈有呢條走廊，牆身發黃，鋪滿灰塵，空氣入面呢有股霉味。但係最令佢心寒嘅係地上嘅塵有一行腳印，腳印好深，一直延伸到走廊嘅盡頭。發叔沿住走廊慢慢行過去，佢好清楚呢一刻自己應該掉頭走，當做咩都冇見過，但係佢對腳好似唔聽話咁，繼續向前行。行到盡頭嘅時候，佢仲聽到啲微弱嘅聲音，好似係一個女人喺度哼歌。發叔伸出手輕輕推開道門，門冇鎖，慢慢打開咗。入面嘅光照射出嚟，影喺發叔塊面上面。佢嘅心跳得好快，佢做咗咁多年人，從來未試過咁緊張。入邊呢係一個細單位，但係呢個單位唔同任何發叔見過嘅地方，佢好似俾時間忘記咗一樣，所有嘢都係幾十年前嘅款式，大牛龜電視機、藤梳化、花花牆紙，全部鋪滿灰塵啊，但係呢係完好無缺啦，就好似主人啱啱先出咗去，隨時會翻嚟咁。梳化上面有一件女人嘅薄外套，
淺藍色碎花，同閉路電視見到嗰個女人嘅裙係同一款布料，茶几上邊有個杯，入邊嘅茶已經乾咗唔知幾多年，台面仲有個相架，發叔伸手用衫就輕輕抹走玻璃上面嘅灰塵，玻璃下邊嘅相慢慢露出嚟。箱入邊嘅女人同閉路電視見到嗰個一模一樣，長頭髮、清秀嘅面容、溫柔嘅微笑。張相嘅右下角寫住1993年冬香港，發叔隻手開始震。呢張相係30年之前影嘅，相嘅下面仲壓住一張發黃嘅信紙，信紙好薄，好似一掂就會碎咁。封信係寫俾個女人喺鄉下嘅阿媽嘅，信入邊話呢排製衣廠生意唔好，佢已經3個月冇糧出，包租公黃生上嚟拍過幾次門，話如果下個月再交唔到租，就要佢搬走。佢話佢好驚，唔知道可以點樣。封信寫咗一半就停咗，日期係1994年3月15日。第二日發叔去咗公共圖書館，佢要查1994年嘅舊報紙。坐喺微縮膠片閱讀機前面，逐頁逐頁咁揾，終於俾佢揾到1994年4月2號嘅報紙《旺角舊樓離奇失蹤案》，獨居女子人間蒸發。報道話一個叫陳美玲嘅32歲女子離奇失蹤，鄰居話佢冇搬走啦，但係有一日突然之間就冇再見過佢。警方調查咗幾個月，揾唔到任何線索，最終不了了之。發叔繼續查落去。佢揾到當年嘅包租公黃生，原來佢仲在生，但係已經好老，而家住喺九龍一間老人院度。發叔知道，如果要揭開呢個30年嘅秘密，佢一定要去見呢個人。發叔去到老人院，黃生已經好老咧，坐喺輪椅上邊望住窗外咧。發叔行到佢身邊叫咗佢一聲，黃生慢慢擰轉頭望住發叔。佢嘅眼神好渾濁，但係當發叔提到陳美玲呢個名嘅時候，佢嘅面色即刻變咗。黃生嘅手開始震，佢嘅塊面扭曲，眼淚突然之間就流出嚟。佢用一把沙啞嘅聲音講咗句：我等咗呢日，等咗30年啦。佢承認當年為咗趕走交唔起租嘅陳美玲，趁住有一日揾咗2個工人，用磚同水泥封咗13樓走廊嘅入口。佢諗住封咗道門，等個女人返嚟發現入唔到去就會自動消失。但係黃生唔知道一件事，封門嗰日呢，陳美玲根本冇出街。佢嗰個病咗發高燒，成日都留咗喺屋企，瞓咗喺床上邊。當佢被搬磚嘅聲音嘈醒嘅時候，道門已經被封死咗，佢被困咗喺入邊，冇人聽到佢嘅叫聲，足足30年。發叔知道呢，佢一定要報警。佢返到保安室，拎起電話打咗999，佢將所有嘢，閉路電視見到嘅女人、13樓嘅秘密走廊、封死嘅單位、30年嘅真相，全部講咗出嚟。幾個鐘頭之後，警察嚟到，發叔帶佢哋穿過樓梯間嗰度隱藏嘅門，行過嗰條鋪滿灰塵嘅走廊。警察手上嘅強力電筒將呢條被遺忘咗30年嘅走廊照得好光。警方判斷咧，13樓呢個單位嘅結構咧有啲唔尋常，有一面牆特別厚咧，佢哋決定鑿開佢。工人拎住電鑽同大錘開始鑽落去，發叔企喺角落，雙手交叉望住佢哋。牆俾人鑿開咗個窿，一道霉臭味由牆後面湧出嚟。電筒嘅光照入去，牆後面唔係實心嘅，而係一個密封嘅空間。入面有一具白骨，骸骨上面仲殘留住一啲布料，係淺藍色碎花布，同發叔喺閉路電視見到嘅一模一樣。陳美玲就係咁樣被困死咗自己嘅屋企入邊，冇人知道，足足30年。法醫到場，小心翼翼咁將陳美玲嘅骸骨移出嚟。發叔企喺門口望住呢一切，佢諗起嗰晚喺閉路電視見到個女人，諗起佢溫柔嘅微笑。30年佢一個人困喺度，冇人知道，冇人幫佢。幾個月之後，案件審結。黃生被控誤殺，但係因為年紀太大，法官判佢喺老人院接受監管。發叔睇住報紙上邊嘅報道，心入邊有種難以形容嘅感覺。30年嘅冤屈呢，終於水落石出啦。發叔決定辭職，係時退休啦。最後一晚當值，佢企喺保安室入邊望住呢個做咗15年嘅地方，閉路電視熒幕熄晒，台面執得好乾淨。佢深呼吸咗一下，然後行出保安室。
發叔行入電梯，拎咗地下嗰個掣，電梯門慢慢就關上，開始向下行。佢望住樓層顯示器嘅數字慢慢跳，14、12、11、10，然後電梯突然之間停低咗，顯示器上邊出現咗一個從來未見過嘅數字13。電梯停咗喺一個唔存在嘅樓層，發叔望住嗰個紅色嘅13字啊，佢嘅心跳加快咗一下。但係佢冇驚，佢知道係佢。電梯門慢慢打開，發叔諗住會見到嘅係嗰條黑暗又鋪滿灰塵嘅走廊，但係唔係。咁門外面嘅走廊呢，被溫暖嘅金色光線照亮住，好乾淨，冇晒灰塵，甚至仲有微微嘅花香。走廊嘅盡頭企住一個女人陳美玲啊。佢唔再係閉路電視入邊嗰個模糊嘅身影，而係一個完整、清晰、溫暖嘅人。佢面上帶住微笑，雙手合十，向發叔深深咁鞠咗一個躬，冇講嘢，但係嗰個鞠躬呢，包含住30年嘅等待同感激。發叔冇講嘢，佢只係輕輕咁點咗下頭，面上露出咗一個溫暖嘅微笑。佢知道佢做咗件啱嘅事。陳美玲嘅身影慢慢變得透明，由腳開始逐漸化做點點金色嘅光芒，慢慢散開。佢嘅微笑係最後一個消失嘅，然後走廊嘅金色光線都慢慢熄滅，變翻一片黑暗。但係呢片黑暗唔再係冰冷嘅，佢終於自由啦。電梯門慢慢關上啊，樓層顯示器上面嘅13啦熄咗啦，電梯繼續向下行啊，好似咩事都冇發生過咁。但係發叔知道咧，有啲嘢永遠都改變咗啦。發叔行出大廈嘅時候，天啱啱光，金橙色嘅晨曦照喺旺角嘅街頭。佢企喺門口，回頭望咗望呢棟做咗15年嘅大廈，然後轉身慢慢咁行入清晨嘅街道。佢嘅背影好似一個終於完成咗使命嘅人。過咗幾個禮拜，發叔開始習慣退休嘅生活。佢每日黃昏都會去公園坐一陣，佢嘅保溫杯永遠喺身邊，而佢嘅口袋入面收住陳美玲嗰張相。佢唔知道點解要留低張相呢，只係覺得有人應該記住佢。咁有一日呢，發叔呢將陳美玲張相放咗喺公園張長凳上面，佢企咗起身，拎住佢個保溫杯，慢慢行遠，張相留喺長凳上面，俾夕陽嘅金光照住。箱入邊嘅陳美玲仍然喺度微微笑住，望住維多利亞港。咁但係今次嘅微笑好似唔同咗，好似係一個終於揾到安息嘅人嘅微笑。發叔最後一次望住嗰棟樓，30年嘅秘密終於喺呢幾個月入邊被揭開。佢唔知道嗰晚見到嘅女人究竟係鬼魂，定係一個等咗30年都冇人幫佢嘅靈魂。佢只知道佢做咗件啱嘅事。唔知你哋點樣睇呢？如果有一日你發現咗一個冇人知道嘅秘密，你會唔會好似發叔咁樣去揭開真相，定係會當做冇見過，繼續過自己嘅生活？請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。我係 Messi，祝你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，下次再見。